再來看高雄一個查甫囡仔呢，是騎底馬，也毋過刷紅燈正彎，結果去弄到對面來的公車，人是險啊，互加入去車底。警方表示講，這紅燈正彎的上懸是會罰到1200塊。若准這個囡仔還未滿14歲，安尼家長嘛是有責任的。另外，有民眾呢是去翕到有一個人是一手騎奧多擺，一手安尼摸囡仔，除了會食罰單以外，這社會局嘛會來調查。27尾仔高雄小港的松信路公車才拄越過路口，正邊的車路一個查甫囡仔鐵馬騎緊緊來到路口，無擋紅燈就直接正彎，煞對公車後輪弄起哩。尾手查甫囡仔有爬起來，加載無啥要緊。翕到這段畫面的民眾講，這個囡仔差一點仔就互加入去車卡，還驚一個真吃力，而且哪像無看到家長的人。現在警方講，囡仔紅燈正彎，除了愛食罰單以外，家長嘛有連帶責任，將依法處罰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。警察機關或裁決機關，並得對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。警方表示，停在我家的烏車嘛是違規停車，上懸罰600。不是個家長除了愛注意大漢囡仔騎車安全以外，若是家己騎車載細漢囡仔嘛愛用妥當的方式。有民眾27尾仔下班時間佇民生路翕到一個查甫人，一手騎奧多擺，一手抱囡仔，而且囡仔嘛無戴安全帽。這款未輸表演特技的危險做法，互看到的人攏感覺真唔通。除了警方要罰以外，社會局嘛去調查。本案將依兒少權法進行調查裁處，訪視關懷及進行親子輔導。家長都是這樣，沒有發生事情，所以他都覺得沒什麼啊，就這樣啊，我技術很好，我常常這樣抱着啊，然後也沒怎樣沒怎樣。可是真的發生事情的時候，他就開始覺得，是道路不平，或者是說突然有車子衝出來，或者是小孩跑出來，或者是怎麼樣，都是別人的錯。民眾講騎車載囡仔一定要坐好勢嘛，愛戴安全帽，而且車速會放慢。社會局強調會主動去了解，不只個也呼籲家長愛符合安全規定，囡仔安全絕對袂當凊彩。記者郭亞祖、屈兆陽、高雄場報道。